换来看这个高雄市，目前是开放着小港甲联合两间病院会当来注预防射，这个预约注文原来是真热烈，那这个注射费用人收550，高雄敢若收420，是咱报告县市收费上介便宜的。民众就讲，这个价小低，确实是会增加着注射意愿。 开放自费疫苗开始自费头一天，高雄小港病院就民众直接来到现场，讲要注文。家是住在巴厘岛，回来这里已经1年多了，那想要回去啊，打电话说都客满了，我说跑一趟试试看啊。地表所在有2个志工伫协助写基本资料，门诊区嘛，护理师甲医师伫遐注射，预防提早做好分流措施。因为疫苗开始注了，虽然公费的无啥人要注，要么自费的真热。 像我们医院目前今天的话有预约50个，那其中有39位是自费，有11位是公费。那像明天或后天的话，基本上大部分都是自费，那公费反而是比较少。 自费预防射收费标准，以南部县市来讲，嘉义市550，嘉义县500，台南600，屏东550，那高雄只要420块。 其实看到价格的时候，其实觉得蛮便宜的。不是便宜跟问题吧，就是需要的话就来打就好。我也是会怕说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就是副作用啊。如果说你价格的话，你说500以下，我也觉得都 OK 了。在高雄市这一部分，我们2家医院，市立小港医院跟市立联合医院都是属于区域级医院。高雄市这边2家市立医院接种自费 AZ 疫苗的这个收费上限定为420。 自费的预防射，高雄市目前开放小港联合2间有利有医学门诊的病院会使注文，提醒乡亲，若是有需要爱量早注文，就依照指定的日期去病院注预防射。